台北国际电脑展明仔载要开幕，今年的主题拢是甲 AI 人工智慧相关哦。重要的科技业的大头家嘛拢来到台湾。美国超微的执行长苏姿丰之前是讲，因准备要投资50亿伫台湾来设研发中心哦。伊伫早起的演讲嘛强调讲，人工智慧等于改变咱人甲电脑互动的方式，嘛有展示因公司的新产品。8亿南港展览馆内底人是叉叉叉，拢是为着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开幕的主题演讲，头一个是由美国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姿丰来拍头阵。早安，大家好。大会头就先用华语亲切甲大家小酒问。苏姿丰邀请几个合作的同伴就台，包括台湾华硕电脑董事长施宗栋，要求我大厂的供应链，伊讲 AI 当咧更新人类甲电脑互动的方式。AI is our #1 priority, and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credibly exciting time for the industry as AI transforms virtually every business, improves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reshapes every part of the computing market. 伫 AI 的风潮要徛好在，包括即时翻译、形成式能力，拢是过去无法度想象的代志。苏姿丰提出超微第3代形成式 AI 处理器，回应今年展览的主题，甲重点放伫 AI 真强的运算能力。也有对未来影响。AI 是今年的亮点，也会是未来10年、20年的亮点，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台湾是在全世界 AI 生态系里面具有最重要的供应链的角色。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览，计共有1500多间厂商来参与，规模是真大。黄志峰指出，台湾的地位是无法度简单就去互取代。按算会吸引超过5万的海内外买主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